在生活中，当我们打电话、买东西，或者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需要向他人说明缘由与诉求时，这一类的对话互动，通常都会有对象加互动原因加诉求或做法建议。我们一起来练习。首先是打电话。打电话时，除了要有对象，还要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再加上原因及诉求。我们先来做做看这一题。表學表後，唔想留同學校聯繫，抗議求神醫術。我先打電話問個屋企人，唔會用神講。对象是阿妹，说一下你的称呼。我是阿金。原因是同學邀請我今晡日表學了後，向下留同學校聯繫，抗議求神醫術。訴求是卡暗到將盡屋卡是的冇。可以这样回答：阿妹，我是阿金，同學邀請我今晡日表學了後，向下留同學校聯繫，抗議求神醫術。卡暗到將盡屋卡是的冇？打電話去問阿良功課，係阿良嘅未接到。那用神通幾講呢？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幫妹，再加上自己的身份，我係阿良嘅同學，按做阿敏。原因是我想要請阿良問一下功課我寫到呢。訴求是的，請阿良接天發膜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幫妹，我係阿良嘅同學，按做阿敏。我想要請阿良問一下功課我寫到呢。是的，請阿良接天發膜。按叫冇看到阿達咧。我打電話同阿達問候，唔會用神講，請親手講3句話。套用對象加自己的身份加原因加訴求的回答模式後，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達，我係阿敏啦。按叫冇看到遠咧，當上遠哦。一餐天時較寒，我腳較小到，就唔會寒到。我下個月會轉去看遠哦。我們再來練習另一種回答方式。阿達，我係家境啦，唔討解做乜解？一餐時間見落去路真遠，唔去奧多拜我較省一點，行路咪愛天天行。我2禮拜6表了，為咪唔親好時間剃頭痛，轉去看遠哦。